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子，恁的网络好厝边哈。今日要讲台湾话，来教大家安怎出道安尼。嘿，敢是讲教大家安怎出道？或者今日题目是号做啥物？号做出道是要出偌，毋是出偌久，出道是要准备偌久安尼？听起来有淡薄仔歹吼啊，毋过无要教大家歹啦啊。咱先小姐问，伊头条个车三暗讲时紧，伊头条个车三暗暗环境，佮有饲好好的滚目的暗暗环境，佮有厝人暗暗环境，佮有 Thomas， 阿慧老师，我想要学唱乱弹，敢是乱弹？这啥物？这北管的哦，这我袂晓呢。北管、南管、啥物管我拢袂晓，我不管哦。嘿好，佮有阿玲暗暗欢迎恁来。我伫开讲时有甲大家讲，就是大家有啥物问题吼，做恁问毋免客气，真正做恁问恁着直接伫开讲时拍字拍出来就好我若有时间通回我着尽量回若准我讲你即个问题看起来是咱后摆后一个主题拄好会讲到的，我着会后摆才讲安尼。毋过就真正是有任何问题，因为我毋知影大家较想要知影啥物，较对啥物具体的问题较有需要问的，所以恁着免客气，做你问，你做秘书的，做秘书嘛是爱问啊。那真有啥物问的，你秘书你嘛是爱问啊。你若是好啦，大家若是直接伫迄个开讲室拍字你若是会解叫会歹势，不要紧，你着伫咱即个好说啥？或者就是你看我的频道，还是你看我的 X 就是 Twitter 你一定找得到我的棉仔糖就是迄个 Marshmallow，就是那个匿名的棉花糖信箱你一定找得到我的棉仔糖，你就投棉仔糖甲我问嘛会使。你若是伫开讲室拍字解叫的，不要紧总是有其他办法会当问问题好，就安尼，就真要上课啊敢是真咧上课，敢有这严肃，我毋知。安尼咱来，安尼今日咱这个主题我想讲咱头一集就做一个，要安怎讲？既然是头一集就讲咱这个系列节目叫做强迫出道教室就想讲，既然要叫大家出道，安尼我是毋是爱先迄个为即个甲出道有关系的题目开始讲所以我讲足重要的，有足侪人可能伫咧想讲，到底敢要来出道的时阵，准备暗暗环境中文使用者加入，好不要紧，小等我迄个台语我若讲台语，你若有听无的，毋是反正你这句嘛听无。等一下讲台语，如果有人就是中文使用者听不懂的话，可以在聊天室直接问大家大家可以帮我回答一下毋过我基本上要是讲台语为主安尼，或者就是安尼，我就想讲大家可能咧陈月暗暗环境咧来，可能大家要咧丢度，有人可能要咧丢度要咧考虑讲，敢要爱出道的时阵，可能会想讲，我到底要准备啥物物件？我要准备啥物物件？还是讲我迄个爱准备偌久敢会做麻烦呢？凡说会考虑即寡代志，会考虑遮个代志，所以要不都决定敢要出道今仔日就我家己的经验，佮有我知影的内容来甲大家分享安尼。恁来暗暗环境，欢迎，这大家回顶我有讲，就是我有拼起来，就是迄个有啥想要问的问题，做恁问好。或者今仔日就来甲大家分享讲，伫我的经验内底佮有就我知影的，迄个大家出道大概拢开偌久安尼，佮有啥物美角，还是有啥物爱注意的所在，啥物要咧丢度，或者甲你读咧卖啦，我哪有遮歹？毋过有时有个人就是欠人 push 一个，啥斗杀一个有无？所以我就想讲，我来甲大家斗杀一个。无啦，就是鼓舞大家出道安尼，
好啦，废话有淡薄讲伤济，安尼咱就来迄个啊，你你要真紧出道啊，真紧就毕业安尼啊，做 VTuber 肯定是一个袂歹的经验，啊，毋过会当写伫履历内底毋过你若是做足紧就随毕业，安尼你写伫履历内底，甲无写，敢有差足济？敢是安尼讲？这小等才讲。我想讲啊，反正后摆会当有一个主题来讲 VTuber 安怎毕业。这敢袂当讲？毋是讲这敢袂当讲？这敢有人要听这？好啦，今仔日咱就来讲咱出道做 VTuber 的经验2点钟有淡薄少哦。安尼就是迄个你初海先开了，你就随就毕业啊，差不多。咱啊，毋是，我要现业，要安怎现？安尼啦，安尼咱来，讲出道吼，出道有真侪种，出道其实足侪种，出道要做对一种，即个 VTuber，要安怎讲？做伤久就较无法度毕业安尼做较久就有感情安尼。做较久就有感情，就毋甘你的迄个观众朋友看你毕业，你就会伤心啊！毋是，原来是顾家己的迄个成本尔。好啊，竟然是无血无目屎，竟然毋是因为顾虑到你的观众会对你有即个依赖啊！因就是迄个，好，迄个讲重点来出道真侪种啊！即摆的 VTuber 甲要安怎讲啊？大家可能知影有的 VTuber 的观众对即个 VTuber 的定义是足严格的啥物意思？就是有的人就认为讲这 VTuber 定着袂当看到伊的面，定着袂当看到伊的迄个身躯的任何一块肉安尼就算可能会翕着手，你手就要挂迄个手络，还是迄个手尾啊、手套安尼毋过即摆迄个时代要安怎讲或者即个嘛无一定是安尼，所以即摆 VTuber 其实出道叫大家出道嘛，无一定叫大家爱做 VTuber，因为我会鼓舞大家出道嘛，是因为想讲恁足侪人拢有恁各人拢有各人足专业的所在，而且你们若有专业的所在，大家若是愿意用台湾话去做你较知影的代志，你较专门会晓的代志，安尼对咱即个整体台语文的环境是有足大的效果的。所以我才会想讲，就是鼓舞大家来做一个频道，经营一个频道，嘛不一定爱频道啦，其实嘛会当经营，看你是经营一个 X 的口子啊，还是 Instagram 的口子，其实拢会使就是伫即个社群媒体顶面表现你家己。做做者可能甲台湾话有关系的代志，我就会感觉赞所以其实嘛无一定是做 VTuber 所以恁若讲做 VTuber 美角做者哇，口号上暗暗，多谢口号上的功劳，暗暗欢迎，朱聪啊，开台辛苦啊，欢迎你来VTuber 嘛是一种配音员，嘛有人安尼讲，欢迎食饱未？你有食暗顿啊未？迄个朱聪甲朱聪遐过来的朋友，好，讲到倒位，讲到迄个出道，你为朱聪遐来，原来是安尼，你毋是迄个叫做啥？上一开始的时阵有甲我小姐问，你是头拄仔搁过去搁过来安尼，你还未食暗顿，有影无？救人遮辛苦。大概听到频道拢叫是迄个和尚啊，是道士咧叫家己频道毋是，死道友袂死频道安尼，频道是袂死的，除非互检举安尼呢。好，无好笑。结婚蛮环境，你有要出道无？讲到结婚出道嘛，无一定爱安尼讲。结婚毋是有咧画图又伫迄个 Pixiv 顶面会有放伊，这敢会当讲？我直接甲你讲出来。我是记咧，无一定是真的。安尼嘛算出道啦，安尼嘛算啦。无一定讲爱做 YouTube 频道还是安怎啦。
甲去高早欢迎你来啊！我今日讲台语较济，我甲去。我今天讲台语会讲非常多，所以那个听不懂的话可以问聊天室哦。哎，哇，鸟味古水初见平安哈，初见哈啊哈。哎，大家看到我就袂输是初见安尼，我了解。听讲袂要紧吼，哦，多谢水。哎，鸟啊伤古水啊man，你直接甲人的名改做鸟啊伤古水安尼。有人说要转电环境啊，好好咱尽量。好啦，无甲去的听久啊，的慢慢听有安尼，应该是安尼啦。听久的加减就听有一束啦安尼。或者就是好讲倒转来啊！我想要今日紧讲的，我就通休困。有时赶下班哦。不啦，Gaki， 我刚刚说那个，就是我想说这个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想说这个系列哈，毕竟是提供一些免费的知识哦啊，我就摆架子。提供免费的知识的时候，我就想摆架子，我就用台语讲好了，就是给那个可以听懂全台语、愿意听全台语的人来听，这样子哦，没有针对不懂台语的族群。只是就觉得，因为如你所知，我就是一个对台语特别有想要多做点事情的 VTuber。那我会鼓励那个会台语的人出道，就是想要请他们帮我一起用台语做有趣的事。对，所以这个知识分享的部分，我就特别留给会台语的人。的卡我都照顾到不是又切回去，就可能不一定可以照顾到那个真的听不懂的人，那就拍谁。的拍谁，这不懂。好，讲倒来，讲到倒位，啥物紧讲的，通紧讲的。安尼讲嘛对，不是讲的是要安尼。让火车休息也是他。对啊，我的阴谋啊，我的阴谋就是恁加做一挂，我就通休困。对，好，讲倒来，我就真正教的拢黑白看吼，老师上课拢是安尼，拢是讲就讲到别位去，啊，结果就拖大家下课的时间。好，讲倒转来，搁安尼落去，我小等下会讲笑亏啊，大家上惊我会笑亏，应该无。讲倒转来，出倒一种倒，其实虽然我家己是 VTuber 啦，三处风阿金阿蛮欢迎，虽然大家知影我是 VTuber，毋过我鼓舞大家出道的时阵，无讲你一定爱做 VTuber，所以像头拄仔讲的。你若教画图要做画师，嘛袂歹啊，做画师嘛袂歹啊，做画师你若是我凊彩举例啦，比如讲你若专门咧画一寡不输贵的图，安尼啊，这嘛介重要吼。你若迄个专门咧画一寡不输贵的图，你迄个还有个啥对话，你拢写台文的，这对这个台语文的内容的这个创作嘛是有迄个啊，嘛是有咧斗相共啊。所以这嘛会使，这我嘛会鼓舞大家去做，我嘛会真支持安尼，比如讲你搞主角，你无想要做 VTuber， 你就直接做一个普通的，这个甲大家分享安那主角会有食谱安尼，YouTube 频道嘛会使啊，你无一定爱，互大家看到你的面啊，你嘛会使唱面啊，你要唱面嘛无问题你反正嘛无一定爱直播，你就拢做影片为主，嘛会使啊。所以其实一般的YouTuber 嘛是一种方式，一般的 YouTuber 嘛会使，无一定爱限制的 VTuber 吼。倒三工，敢是安尼讲倒三工，所以你发明的事哦。这事袂歹，大家会使去用。好啦，这是一种啦，你若做想要做 VTuber， 你嘛会使做 VTuber。有的人就是讲可能 VTuber 爱有迄个 Live 2D 的迄个模型有无？迄种模型可能较贵，毋是可能定到较贵，会叮当的图定到是比袂叮当的图较贵，这应该是无问题啦，这应该是真明显啦。你伫厝里倒三工哦，救人哦。倒三工我都爬起来，叫救护车呢。讲较倒位，
讲甲这有的人就想讲会叮当的图较贵，哦，会叮当的皮较贵，啊无就袂叮当的图嘛好，哦，安尼嘛会使，啊这都有做 PNG Tuber， 嘿 PNG Tuber 嘛是有，啊我对这较无研究，啊毋过我知影就是 PNG Tuber 有专门的软体，因其实有专门的软体，啊我袂晓用，因为就甲我头拄仔讲的共款，我无研究，嘿，我无研究。哦，啊 PNG Tuber 嘛会使啊，嘛会使。好，啊 VTuber 就免讲伤济，你大家可能看较济，嘿，的 VTuber， 嘿，好。请观众家己想象伊安怎叮当嘛对啦，嘛是会当安尼讲嘛对啦，嘿。原来是 PNG， 其实是饭 Tuber 就是教人煮食的吼，也是迄个煮食做好，看起来做好食啊，迄个互人配饭的这种 YouTuber， 或做饭 Tuber 嘛会使。哦，我做需要饭 Tuber， 好，无好笑，咱继续。回滴就是安尼，嘿，所以其实大家爱知影哦，因为选择足济，就是我小等会甲大家讲，做 VTuber 爱开钱啦，哦。这叫做残忍的事实，吼，残忍的事实，就是你要做 VTuber， 你爱赚寡钱吼，啊，所以你无一定爱做 VTuber 才会当出道哈。嘿，虽然我拢鼓舞大家出道啊，其实无一定爱 VTuber 哦。哦，你若要做 YouTuber 就较简单啊，你嘛无一定爱有摄影机，你可能用手机来翕就会使。嘿，啊，你手机翕了，你就加影片加咧，啊，就播出来啊。你若物件好，若好看。哦啊，你嘛是会当有做这 fans 吼，嘿啊，都无一定爱 VTuber，VTuber 嘛无一定有较好经营，嘿，讲实在，VTuber 无一定做起来无一定有较轻松，嘿，啊嘛无一定有较爽，嘿，所以大家会使，我感觉上重要要是大家照家己介意的方式去选择，啊，毋过我就是提醒大家讲，无一定干那有 VTuber 这个选择。嘿，做 YouTuber 嘛会使，啊做饭 Tuber 毋是饭 Tuber，PNG Tuber 嘛会使，哦啊 VTuber 嘛会使，啊 VTuber， 因为我较熟的 VTuber 嘛，我家己的 VTuber， 所以小等会讲到的一寡美角可能有诶拢甲 VTuber 较有关系安尼，哦啊你若是要做 YouTuber 诶，还是做 PNG Tuber 诶，就会使免看。嘛毋是安尼讲，就是小等讲到的物件，甲你的关系可能无遐直接哦。啊，反正嘛是对你来讲嘛是有影响的哦。你就会使加减看哦。啊，后摆其他主题可能的，佮较对 YouTuber 还是 PNG Tuber 较有关系，就无一定爱限制是甲 VTuber 较有关安尼。嘿，哦，嘛有人讲伊是 X Tuber 安尼，哦，拢是主要咧 X 咧活动是哦，拢咧写文章安尼。嘛是有啊，这嘛会出来啊，思雨暗暗欢迎，嘿，这地步足恐怖者，我看卖哦，哇，有32%的人已经出道啊，42%的人也咧准备，哎呦，袂少呢，而且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一半，哦，啊有26%的人无要出道哦，遮少，介少，啊，较爱食胖好。OK， 安尼，咱过来哦，来，好，所以咱来讲一寡我较知影的 VTuber 的代志，嘿，啊那思雨讲家己毋是 VTuber， 嘿啊，你就算你是用虚拟的形象，你也无一定爱讲家己是 VTuber 啊。像之前就有一个朋友讲，伊就是要做 YouTuber， 虽然伊是有用 VTuber 的这个。形状，敢是讲形状，有用 VTuber 无形咧叮当啦，哦，啊伊，毋过伊讲伊家己是 YouTuber， 安尼敢会使？我讲安尼嘛会使啊，就是讲倒转来吼，免想遐济 PNG Tuber， 就是一种 VTuber， 天花降落，我哪会无看到伊降落救人哦，感谢，感谢集彩天会的降落，他怎么没跳通知给我？什么意思？啊！现在才跳，欢迎集彩天会的降落，感谢你带你的观众来看我的台。不过我们今天就是，开台辛苦了，白灵晚安。不过我们今天等一下就是讲台语会比较多吼，所以那个听不懂的话可以在聊天室问大家。哇，
天慧晚安，你已经出道了，恭喜出道。是这样讲吗？对呀、啊，我还没出道，我就在看天慧的台啦。天慧是我前辈呢，天慧也是很照顾我这个后辈的。好，再讲还要那个生气。对了，哎、对啊，各位会饭，你们晚安啊！我觉得我今天声音好沙哑，因为我在偷练明天的歌回啦。啊，练一练之后就有点哑，对。没关系，我等一下再吃个喉糖。讲到德语啊，讲到咱 VTuber 啦，天慧很厉害，对啊，天慧很厉害啊，天慧哦，现在是要突然要夸那个降落的人吗？好，那个现在是你看着天慧出道，好像不是哦，不是哦，不对啊，救人哦，天慧会讲救人哦，好赞哦，好赞哦，好啦，欸，咱今天今仔日这个进度有够慢的，今天讲不了。天辉今天做厉害，做搞对啊！我拢迄个看天辉的时阵，就感觉讲哦，伊哪有法度遮搞遮厉害啊？对，流目屎安尼，足感动的。嘿，不要这样捧杀，等下友情要破裂。好啊，讲到转来，就是 PNG Tuber 嘛是种 VTuber 啦。哦啊 ，VTuber 我认为嘛是种 YouTuber 啦。所以其实大家拢是 YouTuber， 免分遐济，免分遐有。嘿，其实都一样，那反正这些名词就是拿来好沟通用的，所以我刚刚讲不一定爱，没让他讲。嘿，两件事逐句翻译有点难吼。对啊，我这个好像有点难解决，我想想啊，没关系，等一下看着办。那时间足济，咱就会当迄个台语讲一解啊，中文佮讲一解安尼。啊，可能是无法度，嘿，啊，无我就讲重点啦，无我就讲较重点的，才用中文讲，看我小等敢会记，那袂记就无这种代志。啊，请我讲较慢呢。哦，对啊，我发现我有时候真的讲很嗨的时候就讲好快，那应该是没救了。呵。时间够就台语一次，中文一次。哦，你真的在翻译？真的假的？好，太强了，太强了。哦，翻译的人帮我翻重点，好像有道理耶，太贴心了吧？真的假的？哇，好像可以哦。好，那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帮我这么做啊。太累就不要，你们没有义务这么做，好不好？哎，阿酸，阿妈很欢迎。哎，要出道啊未？阿酸，无啦，讲笑的，无要逼大家。好，过来 V 陪。咱若是要 VTuber 出道，上届互大家困扰，敢是讲困扰？若要做 VTuber 来出道，可能互大家较需要做功课，还是需要烦恼的，会烦恼的，足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VTuber 的配。对，有人咧花无钱啊，对无？恁看阿酸讲无钱，无毋对，这就是。因为较需要钱，所以对足侪人来讲，可能会较困扰。毋过我先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家轮流较袂忝，水呢。好，安尼恁讲哦，好吼，安尼恁看了，看你们要默契还是怎么样 ？OK， 好神哦！我居然在使唤我的观众帮我翻译吗？居然有这一天，我的天啊！好，我有一个奇怪的那个摆架子优越感出现了，怎么可以这样？好坏啊！人家做鬼，对啊，不是恁家己讲好，这唔免翻啊，这个是讲给听得懂的人的，那应该不用翻。好，登来，公道登来，来 VTuber， 我简单甲大家讲，就是 VTuber 的配会当分做这几种吼，我分甲较凊彩。我是有分较凊彩，可能有其他的形式我无讲到的，可能有其他的形式是我无讲到啊，钱拢摕来，互我食，要安怎有钱出道啊？这嘛是一种方式啦，看恁是要出钱，毋过我讲雄讲认真的，嘛毋是讲，虽然我拢鼓舞大家出道，毋过大家咱家己选啦，就是你若是有话想要讲，还是你有。毋是讲，你有话想要讲，还是你有特别有啥物内容你想要去做的，你会使去做。若阵无，你无想要创食的，
啊，毋过你甲你的钱摕来支持你喜意的主播，无一定是我哦，无一定是我哦，你甲钱摕来啊支持你喜意的用台湾话做内容的人，啊，安尼嘛袂歹，安尼嘛袂歹，嘿，安尼嘛是真好的代志，嘿，所以大家咱选家己较喜意的，嘿，啊，今仔日就是讲你若是想要出道，你有特别有想要做啥物款内容的时阵，我来甲大家分享要安怎做，好，VTuber 的皮吼，我简单甲分三种安尼，一种定做的，头一种定做的，就是像我安尼，像恁可能看到一寡较大尾的，大尾的意思就是讲流量较大港的，较有人较通人知遐的 VTuber 吼，大部分基本上拢是定做的，啥物叫做定做？就是即个 VTuber 的皮吼。完全是特别为你做的，干那你会当用，吼，这就是你，嘿，这种有在定做的，吼啊，定做，简单讲，其实意思差不多，有的定做吼，就是你家己决定讲你想要做啥物款的，角色，你设计好，吼啊，你甲去委托会晓做的人替你做，吼，这较接看到的较侪大尾有公司的哦，咱讲企业式大部分是即种，大部分是即种。无味皮通用鸡皮用，卖黑白讲。啊，除了头拄仔讲的哦，是你摕钱去委托别人做，吼，除了即种，还有另外一种是叫做招灵魂的。啥物是叫做招灵魂的？就是迄个。会做皮的老师吼，伊迄个皮已经做出来啊，皮已经做好啊，会使叮当啊，吼啊，伊才来问讲，敢有人想要爱即个皮？简单讲是，华语是讲魂木集，啊，你若甲犯做招魂，听起来是叫了，啊，转来哦，即种毋是即种的哦，毋是哦，毋是叫你爱转来，毋是呢，毋是叫你迄个爱倒弯。毋是哦，阿峰阿曼，讲到倒位，讲倒转来，招灵魂的，就是招灵魂的，就是迄个做皮的老师已经做好啊，你讲敢有剩的皮，啥物意思？你是讲卖出去哦，卖出去的嘛是有啊，这大家就通去买啊，安尼，或者就是安尼，即种的就是敢若你会当用，所以你若买着，迄就是别人袂当生做甲你共款啊，别人袂使生做甲你共款，无法度甲你生做共款，这嘛是为虾米？毋是讲为虾米？这嘛是为虾米有足侪企业式，大部分拢是即种的，拢是即种的，过来吼，第二种吼，叫做模板的。模板的英语讲 template， 模板的可能较接看到拢是较古锥的，拢是较要安怎讲，就是可能一个 VTuber 可能毋哪有一个皮哦，像我嘛有箱仔的形态的嘛，我嘛有即马即个烟头仔的形的嘛，我阁有一个水姑娘仔的形的，一个 VTuber 无一定干那一个皮哦，迄个模板的通常啦，较济啦，应该是讲较济模板的。较济拢是古锥型的，拢是较古锥的。迄个模板是安怎？就是伊已经大概有甲迄个通用的一寡拢做出来啊。比如讲，你若生做较基本上，你若生做是一个人的形，你就会有面，你就会有面，你就会有手，你就会有身躯，这伊拢先画好啊。伊目睭嘛画好啊。因为你这做较 Q 版的，你迄个物件拢会较简单，你物件拢会较简化，所以，伊要改就真紧，比如讲，今日有做一个足古锥的红啊，即个模板，我阿辉去甲人委托的时阵，伊就真简单，伊就头鬃形状用甲我相像，头鬃的色水改甲我相像，目睭的色水嘛改做甲我相像。伊就会当交啊，
伊就会当交稿互我啊，嘿，所以这会较俗，嘿，这会较俗，这嘛是为虾米伊号做模板，因为伊就是套伫迄个板内底，哦，袂爱的伊就会使做足大量的吼，足侪人，哦，对伊来讲，迄个成本就是较低，对伊来讲成本就是较低，哦，所以嘛会较俗，嘿，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哇，现在今仔这个港的拢，今天的降落是不是都很慢才跳出来？怎么这样？所以是离屋降落吗？啊，出现了。哎，离屋晚安，欢迎复活。哎，听说离屋今天穿很帅，还被问为什么穿这么帅，随便穿哦。好，感谢离屋的降落。哦，你是手动先来是不是 ？OK， 你是先预告，等一下会降落。好。哎，开台辛苦了，复活辛苦了。好啊，还真的降哦，哦，真的，你不相信它会降落到我这，好过分哦，绿藤绿茶。好啦，我们今天讲台语会讲很多，就是今天这个系列叫做强迫出道教室，以后可能都会讲很多台语为主，因为我想说免费的经验分享，我想要摆架子，对，摆架子，我才不要用中文讲嘞。嘿，大家呢？嗨，晚安啊！随便穿的礼物，晚安晚安，欢迎你降落。啊，刚说今晚不降落啊，结果还是降给我，真的假的？太好了吧，也太好了吧。好，但我要赶课，我真的讲不完，我还要吃喉糖，我的废话有够多。二来，好多人讲到倒位，讲到无版，嘿，啊对，无版就是安尼，啊，这个无版，对。作者 VTuber 来讲，迄拢毋是主要的皮啦，因为就是较 Q 版、较高水型的。啊，毋过因为真正会简化作者物件，嘿，所以有作者迄个细节，无啦，毋是咧招魂已经招了啊，而且会做招灵魂，招魂是迄个哦，我无爱搁搬一摆，就无版。因为简化作者细节较无遐济，所以对作者 VTuber 来讲，伊毋是主要的配啊。毋过我感觉讲，你若是要像头仔有人讲，想要出道看卖，做2点钟就好，啊是啥物做2个月就要毕业的啊？你会使用这，嘿，你会使买无版袂要紧，啊，你就拢用 Q 版的开台，嘛会使啊。我嘛知影，其实有人是安尼，伊就是干那有一个 Q 版的配，伊无迄个正常比例，就是较大张的配无，嘿。这嘛会使，所以其实大家若是迄个预算有限的时阵，就简单讲较白话，钱无遐济的时阵，会使考虑安尼做。好，第三种公版的模型，啥物叫做公版？恁若是捌做早餐店，虽然我是毋捌做早餐店啦，嘿，啊，毋过像讲迄个早餐店的迄个杯啊，迄个封膜有无？迄个封膜有诶是家己印的。啊，有的是公版的，啥物叫做公版？公版就是人做好啊，公版就是人做好。啊，你毋免甲伊啰嗦，嘿，嘛无啥物你通设计的所在，人就已经做好，啊，你就买，啊，你买来就用。啊，而且，这买来了后吼，毋是干那你会当用吼，或者公版就是公家用，公家用就是大家拢会当用，大家只要有纳钱拢会当用，嘿。所以公版的毋是干那你有哦，嘿，这是大家拢会当买哦。哦，啊，毋过咧，这嘛代表讲做这个皮的老师，伊做一份会当卖足济人哦，所以这个对伊来讲成本嘛会较低，所以嘛会较俗，好，来啊，这小讲者，我毋知影大家敢有需要知影。啊，毋过就是我想讲，可能有人想要知影啦，所以我嘛甲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我毋是专业的，我就是小可知影尔。哦，一般来讲 ，VTuber 的皮安怎做？哦，一般来讲安怎做？头一项角色爱设计，啊，你要设计的时阵，就是我讲哦，照理来讲，就是这是4项无共款的工课。四项无共款的工课啊，毋过有的人有的老师做毋那一项工课，哦啊，毋过你若真正要切甲足油的，照理来讲，角色设计是一个人，
是一个工课。过来画迄个立花，立花就是迄个角色徛伫遐的图，这是一项工课。过来爱贴图，啥物叫做贴图？小等才讲，这嘛是一个工课。过来爱建模嘛是一项工课。好，所以咱讲角色设计比如讲你要设计阿辉，毋通甲我设计，毋是。比如讲阿辉安怎设计，就是迄阵我头壳内底就有一寡想法，我就有一寡想法，我就甲写落来。比如讲我知影我爱发角。我发角着，我爱发角，好有够后诶。我想要发角，我想要看起来较下落去。安尼比如讲安尼这算有设计，毋过这敢真正算是设计，其实毋是。真正要设计，就是爱甲我规身躯诶细节拢设计好。比如讲我迄个角无共款长。生伫倒位，啥物色，生啥物形，我目眉是粗的，还是较幼的，对，这么爱蛮环境嘿。今日讲台语较济所以若听无到开讲室有人做认真的翻译，所以会使看开讲室。好，有若穿啥物衫，衫顶面有啥物色水，有啥物图，这拢爱设计出来，这全部拢爱设计出来，所以。有个人会准备一个，就是文字的大概概念，讲你大概想要你的角色生啥物款，你会使摕这个文字去委托会晓设计的老师，甲你设计出来。这叫做角色的设计。设计了咧，就是爱画这个立花。这个立花就是徛伫遐的图，才叫做立花。就是爱画出迄个徛伫遐的图。这画就是爱画甲足精确的就对，过来第三项或者贴图，袂晓画图，敢嘛当做 V 下档啊？我也袂晓画图啊，甲大家讲免烦恼，袂晓画图，你就摕钱去请别人画，问题就解决。VTuber 拢是安尼 ，VTuber 拢是安尼。其实照理来讲VTuber 袂晓加影片嘛，袂要紧，袂晓画图袂要紧，你拢会使摕钱叫别人做，是安怎做者 VTuber 拢会晓画图，因为无钱，干会当家己画。是安怎做者 VTuber 拢会晓加影片，无钱，干会当家己加，安尼，是安尼，是安尼。好来，贴图，啥物叫做贴图？贴图就是咱，因为咱小等后一步爱建模，建模就是爱互你的皮会当呢对着你的叮当。你比如讲，你看我头毛咧嗨有无？头毛是会叮当的，我喙是会叮当的，我阁会当烫衫我阁会当烫衫，会当穿倒转去，这就爱贴图才有法度做，是安怎？你看，你若是干那一百图干那一百徛伫遐徛好好的图，我头毛咧嗨的时阵，我是毋是迄个面会出来？就是我迄个额头，然后大家看出来看现嘛。我可会当甲头鬃安尼用起来。我遮迄个叫做啥？我迄个额头若无画出来，我是毋是就憋空啊？我就头鬃用起来就透明啊，袂当啊。所以就是这图拢爱补，这图拢爱画出来。而且咱爱甲贴做，就是足油就对啊，就是爱甲迄个叫做啥？都没开吼，毋是爱甲人就是切做这的，小等建模的时阵才会当建。贴图贴了就建模，建模就是互伊变做真正会当叮当，真正会对着你的人咧叮当安尼。看起来个小可立体安尼有无？就是安尼。有人有听出来，我头唱德国妮娜老师的歌，是。这偌济钱？我遮有一个 disclaimer， 我咧正下骹有讲我对迄个行情是小可无介熟悉，所以我讲的数字无一定是对的我讲的数字可能是较早的数字。有知影的人会当甲我补充，毋知影的人就罔听，听了去做功课安尼。恁总是要是爱家己做功课，因为逐个老师的介绍嘛拢无共啦，所以这有一寡毋是我讲了就我讲就准算的，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好，过来，这个
啥物甲火纸切做作侪地，莫别讲，我无安尼讲哦，我无安尼讲，我是讲大家爱甲家己切做作侪地，好。所以咱即个角色设计偌济，无一定啊。有诶人是家己设计好，比如讲你小可会晓画图，啊，你无一定会当画甲非常诶精致，嘿。但是你小可会晓画，啥物你要买头卖好白了，嘿。所以你若小可会晓画，你嘛会使家己设计好。再来找人做迄个较精确的立绘，好啊，这介绍偌济，我真正毋知。啊，立绘精确的立绘大概爱偌济？我听到的，佮有我有小可调查过吼，就是大概啦，有真济迄个包括甲你角色设计好，啊，佮甲你立绘创好，安尼3万，啊，无一定哦，无一定遮俗。啊！我调查过，我有看到足济是大概伫即个价小，3万以上，所以你对，你会使穿较亮的，你会使掠较亮的，比如讲你若讲3万，你惊讲你看到你足介意的老师3万无够，会使就是掠较亮的，比如讲你穿一个4万安尼，好佫爱跳图，嘿。我有看到有足济，就是画好，啊，甲你跳好，是3万会使找会到的，嘿，啊，无一定，嘿，可能会起，恁拖愈久就会起愈济，过来，你若是单纯建模，我有看到是大概15000到2万，嘿，嘛是。会使掠较亮的，你若会惊，嘛是会使掠较亮哦。陈月有提供一个2023年委托画师设计贴图画大概15000建模阁有补贴对，这贴图是送贴无一定，有的建模老师是袂甲你贴的，意思就是讲你互伊的档案是一定爱贴好，无伊毋接。有诶是安尼，有诶建模师是会甲你倒贴图，你交互伊，干那立绘无贴袂要紧，这无一定。毋过即摆较流行，可能较济拢是一条龙诶，啥物做一条龙，但是遮有一条龙啊，哪有看到？角色设计立绘贴图建模，这有做一条龙，就是伊拢甲你做好。即摆较济是即种，迄个全部做了，我知影可能5万。差不多5万以上啦，5万以上，我阁有看到有人是3万多，画了嘛袂歹，嘛是有，这大家去研究吼，我都无要特别推荐啥物老师，无要特别推荐啥物老师，恁家己恁若是有想要找老师要安怎找？恁若有介意的 VTuber 吼，有足济拢会伫家己。介绍的所在，拢有 tag 伊家己的爸爸妈妈，咱 VTuber 的爸爸妈妈通常就是讲建模老师甲画立绘的老师安尼啦。所以你若有看到介意的比如讲你知影即个 VTuber 生安尼，你真介意，你介意即个风格，你去找伊迄个家己的介绍你看伊若真正有标伊的爸爸妈妈，你都试落去有的佫有咧接的，伊就会写出来，什么 commission open， 有咧接案若有你就去。看伊个介绍安尼，这是一种方式。我偷调查的时阵嘛是安尼做的啦。对，这有的功课我都替恁做吼，这恁爱家己去看卖。才有整理一个简单的比较，就是我有看到的介绍，我有先整理一下吼，来定做的。对，因为咱今日主题或者啥？因为主题有在出道爱偌久吼，所以偌久嘛是真重要。来定做爱等偌久？定做我看到做无一定呢。我看到有的小紧呢，我感觉2个月有够紧呢。我是有看到有人真正就是接案的时阵就直接讲2个月当交这种的嘛有。毋过我感觉较差不多会使掠半当6个月，这是我感觉较
以我的想象，以我的理解是较正常。嘿，你若是爱掠时间，你爱看你当时会当摕到你的批。我是讲你若要定做的，而且是我是讲迄个正比，啥物叫做正比？正常的比例。嘿，你若是要做正比的，可能爱掠6个月较安全。嘿，因为爱画的物件足济，搁爱拆图，你拆图搁爱拆足济点，你搁爱建模，会晓叮当，建模嘛无简单，嘿。建的物件真足济，所以伊毋是啥物足轻巧的代志。对，有人有补充是，对，爱去问进度，因为足济老师拢是工作时间接足济案，所以爱去问啦，爱去问，迄是你的权益哦，迄是你的权益，你若是迄个应该爱纳的钱拢有纳，你会使去催哦，伊有甲你约束好时间，你就会当去甲伊问。你有权利安尼做，莫互家己的权利困去啊！对啦，搁有我讲的是制作的时间，无包括迄个排队的时间，因为对有的，就是要安怎讲，较有行情的，较有名的，你总是爱排队，所以排队的时间无算伫内底哦。上紧只2个月啦，毋过爱排队，对啊，有的人2023委托迄个入会25才通建模，对啊，这就是爱等哦，嘿，爱偌济迄个正比的或者可能上无爱5万，上无应该爱5万，嘿，无办通常会较紧啦，毋过无办嘛是爱看排队。因为无办有时做足济，嘛是排队会排较足长，所以到底对一个较紧，其实无一定哦，其实无一定。毋过通常无办，因为若是 Q 版的较古锥的吼，甚至无一定是人形的，有的是迄个生做啥物布丁，毋是，或者啥不进的，即种型的，还是啥物一粒卵的，还是啥物一只鸟味的即种的吼，较毋是人的。还是就算是人嘛，是生做较红仔型的，这都较俗，因为足简化嘛，所以大概我看到较济是2000到3000之间，满套对啦，满套这种的嘛有啊，嘿，是啊，毋过吼定做甲无办拢算是独一无二啦，定做一定是独一无二啦，无就袂互做定做，而且通常这种就是伊袂互你，伊就袂当袂互别人。通常拢是安尼约束的，对，毋过有诶会无照约束哦。有诶人想要找 VTuber 的配，会去找足俗的，对，有足俗的通找。中国的平台，中国的一寡网站，我毋知影啥物网站，因为我袂咧用。毋过我知影有诶人会去遐找，迄都有可能是偷卖，啥物叫做偷卖 piracy。盗版的，有可能，有可能，所以我足无推荐中国的平台，因为拢定会听到伫遐打到迄个，叫做啥？是，对，大家设置，建议莫伫遐找，有诶就是可能是啥物？伊为别人遐买过来，伊个卖互足济人诶，可能有，对啊，佮有迄个啥物叫做盗版，有即种盗版足夭寿诶，就是人是提供一个免费诶公版诶，有可能是安尼哦，免费诶公版诶皮，伊甲掠落来，掠来了后四价卖，你若毋知影伊是公版诶，你毋知影伊倒位来诶，就夭寿，你就互迄个。共攀啊，对，转卖嘛足济，所以对大家设置哦，那只要定做，你就直接去联络老师，安尼是较安全，你对，是，一只皮会使卖足济人，安尼有定接看到，无办
某一个程度 kind of 独一无二啦 ，kind of 独一无二。就是虽然你会甲你用同一个模板的人生做较像，啊，毋过伊要是通常啦，通常拢会放一寡你家己的特色伫顶面。就虽然讲，遮来讲是头鬃换你的色水，啊，目睭换你的色水，啊，毋过像讲我有角的，通常咧做模板的时阵，伊迄个角嘛是会做起哩，所以你要是甲别人无共的，所以你算是 kind of 独一无二，嘿，所以模板会使考虑，会使考虑。啊，再来公版，公版免等，嘿，公版的随买你都有通用，嘿，啊，公版的价钱就差足济啊，吼，有500的嘛有，5000的嘛有，哦对，陈月讲的这种足恐怖的，对，我真正有听过这种，就是中国有的人，伊直接掠别人的直播的图，别人的直播，伊就甲伊的图掠落来。吼啊，掠落来了后，伊佫家己有法度拆图出来，啊，佫重新建模出来，吼啊，安尼就袂，佫有即种诶，嘿，真正有，嘿，所以中国诶平台我会真足无推荐，好，嘿，足夭寿诶有影，好啊，公版嘿，随买是有通用啊，有诶是无啥会当改，就是伊就生做迄个型，啊，伊嘛。对，公版的授权大家看详细，有诶迄个伊拢会附一张迄个授权，互你会当安怎用。有诶是讲迄个你啥物色都袂当改，吼，你皮肤的色袂当偷改，啊，你迄个衫的色袂当偷改，有诶是安尼，啊，你就真正袂当改哦。你互伊掠着，伊就无，伊会当卖互你用哦，会当甲你过哦，吼。啊，有诶是写讲会当改的，吼，所以有诶人就是用公版的皮，啊，毋过伊诶皮肤有改色水，还是伊诶。头鬃也是衫有改，吼，所以伊就个会甲别人无共，嘿，即种诶嘛有，吼，佮有一种是伊是公版无毋对，啊，毋过伊原底内底就设计做你有足侪所在会当调整，吼，比如讲进前我咧迄个女装诶时阵，之前开迄个女装诶主题诶时阵，吼，真好水水诶时阵，迄就是公版诶皮，嘿，迄是安怎运作诶，就是。伊个色水拢会当家己改，吼，所以我迄个头鬃才有都变做我的色，吼，啊你头鬃的迄个型嘛是拢会当改，吼，啊你穿啥物衫拢会当换，嘿，啊都足侪选项互你选，吼，啊伊甚至佫有角，吼，我要啥物型的角，我会当家己拣，吼，即种的公版，我爱拍字互大家，恁若要找即种的英语即个 keyword， 英语你着找即个词 ，customable 啥物啊？向袂响 ，customable 应该是 VTuber model 应该都有。恁若要找即种的，嘿 ，customable 就是你会当家己改啦，伊原底就做互你有足侪所在通拣通改的。哦，你去找 customable VTuber model， 嘿，就会当找着足侪非常的济，嘿，啊，即种就是嘿，我是感觉讲有的人若是想要做看卖，吼啊。预算无足济，啊，毋过想要开台，有足济代志想要讲，你会使考虑，会使考虑，这会使做你的头一个皮，啊，你后摆若你先做看卖，你若确定讲，哦，我真正要做即道，啊，我想要爱有迄个专门，互我家己的皮，哦，你时到才去找嘛会使，嘿，你时到才去找老师委托做你独一无二的，时到安尼嘛会使。有的人就真正是安尼做的，有的人真正是安尼做的。我知影有的人就是一开始先用公版的皮开，啊开咧，迄个可能2.0的时阵，哦2.0的时阵，才家己去委托，啊，即种嘛有，这互大家参考。你若预算无济，啊你，会使试看卖，俗的足俗的哦，因为我看迄个欧美的行情，真正是嘛是。俗嘅足俗，500块是台票哦。我讲嘅500块是台票，500块台票买有哦。毋过这是公版，意思就是讲，伊一个皮会当卖足侪人啦。所以你可能会甲别人生做共款啦。这爱有心理准备啊。头拄仔讲嘅即种 customable， 会使家己改嘅，即种嘅你的可能较无一定会甲别人完全生做共款。毋过当然，大家
当然，迄个其他的人嘛是会当甲你设计甲足相像，啊，这你嘛是摕伊无法，嘿，啊，大家都参考者，嘿，所以就是上无版是 kind of 独一无二，啊，定做是一定是独一无二，啊，公版就毋是，嘿，公版就毋是，好，过来，我要来现，要现呀。好现，过来，好，头拄仔软体讲了，吼，皮讲了啊，实体需要的设备有啥物设备？哦，简单讲，电脑，嘿，子母对啊，子母你哦，既然子母有开始，要安怎讲？子母你著讲啊，安尼我应该会当讲吼。我知影子母嘛是有用公，就是公版的皮活动，嘿。啊对，逐个迄个作者的迄个授权拢无共，哎呦救人哦！感谢伊利的讲了，感谢伊利降落，欢迎！伊利开台辛苦啦，我们今天应该会讲非常非常多台语，因为我想说，就是用台语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跟知识，摆架子，就是限制给那个愿意听全台语的人才可以听这个直播。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聊天室大家超强的，很认真在帮我翻译耶。所以那个如果听不懂台语也不用太担心，可以看聊天室，对，大家会帮我挑重点翻译。欢迎伊利来啊，过来，前辈不要前辈，哪有前辈乱讲，绝对不是吧，绝对不是。好，西语的脑袋和手指又在燃烧了吗？救命 ！OK， 来，实体的设备，电脑，你哪有要直播？你哪有要？嘛不一定爱直播，你若有要做影片，伊利亚蛮欢迎啊。对，你若有要做影片，还是有要直播，应该就需要电脑。虽然我知影有人是用手机咧加影片吼，这是毋是有一个人讲，伊拢用手机加影片，放加 Instagram 啊？毋是讲袂使啦，嘛无讲袂使，就较无好用。就是有足济较有路的，比如讲，你若要用 VTube Studio 去掠到这个会叮当的 VTuber， 你用手机我唔知敢袂当。VTube Studio 应该无手机吼，头啉只茶吼，应该无吼，所以走袂去吼，可能是爱有电脑吼，上无笔记型的电脑应该。要会使毋过若是要直播，是建议用桌顶的电脑较好。嘿，对，较推荐桌顶的电脑啦。笔记型的，我知影有的人迄个预算无够，毋过其实桌顶的电脑吼，你若是会晓做，你若是会晓家己组合，可能毋是可能，通常拢会较俗。嘿，什么意思？你若去迄个，你若去电脑店吼，你若去电脑店买迄个人组好的，通常会较贵。你若是家己知影安怎组合，还是你有朋友知影安怎组合，你会使去找有诶卖电脑诶，我可能袂当讲店名。毋过有诶，我袂当讲，毋过观众朋友会当讲，嘿，有诶，迄个卖电脑诶所在，伊是互你点菜，点菜就是讲。你会当指定讲你的 hard drive 爱对一个，你的迄个主机板爱对一种，你爱倒啥，你迄个爱用啥物料，会使点菜，嘿，安尼会较俗，我讲的较俗就是比笔记型电脑较俗，笔记型会较贵，当然是因为伊世代会使就是四界拍咧，就四界走。毋过其实做放送的、做直播的是一项无需要四界走的代志。你为着要互伊会当四界走，你定定会牺牲足济，伊的迄个效能就无遐好。所以你若是足确定你要做直播，我是真建议爱有桌顶的电脑较好。我家己咧，我较毋捌，我迄阵就是找我的朋友替我组合的。我钱互伊，
毋好想讲，毋好甲想讲伤困难，知影有真侪人今仔日要是用啊，这规个我著较看无，嘿，对，嘛是看你爱开甲啥物，看你直播的内容爱做啥。你若要耍 Monster Hunter， 免讲英语。你若是要耍 Monster Hunter 吼，还是啥物其他迄个爱食足侪资源的，吼，画面足好的，啊，你搁爱有你的配当叮当的，吼，还是你的配都真正足精致的安尼，你的电脑就爱较好。啊，毋过你的直播内容吼，若像我安尼，较无咧耍 game， 吼，啊，可能就唱歌啊，无就讲议题啊，无就鼓舞大家出道啊。你的内容若是安尼，可能就毋免顾虑甲遐济啦。所以也会使。嘿啊，我是建议会当找捌电脑的朋友，甲你斗组一台。嘿啊，这我无法度，这我毋捌，我嘛是靠朋友。嘿，好。啊，过来吼，就是若是电脑，你的迄个叫啥？你的网络嘛是爱注意。嘿，我知影有的人若是用笔记型的电脑咧开放送的，像讲拄开始放送的伊哩，嘿，对，你可能会接你的手机仔的网络，因为即摆手机仔拢会当分享嘛，会当分享手机仔的网络，互迄个笔记型的电脑用，吼，建议是卖。因为你手机仔电池会真紧就歹去，我知影有真侪人是安尼啦，我知有真侪人打开始也是要咧准备中是安尼，啊，因为你爱传的迄个你若是连 Discord 甲别人联动，迄是一种情形；你若是家己开放送，迄是另外一种情形。因为你若开放送吼，你爱甲你的画面传去 YouTube， 即爱传的物件足济，所以对迄个手机仔来讲吼，伊爱处理的资料非常的济，伊就会作烧的。伊若作烧的，伊就会低命，伊的电池就会低命，嘿，所以建议莫安尼。好，毋若电池的低命，有的手机仔有做一个功能，或者伊若知影伊咧发烧啊，伊就会限制一寡功能。哦，通常先限制啥物？先限制你分享你的网络，嘿，所以你的台开咧，就会无法度继续开哦，嘿，就无法度继续开啊。爱啉水好，啉水，莫阁前辈，我毋是先拜你一个。对，网络真重要。对，网络上重要的是上传的速度。下载嘛真重要啦，毋过通常你咧办网络的时阵，你咧申请你的网络的时阵，足侪迄个做啥？伊可能较袂去想着讲你的上传爱足济，所以你爱特别甲伊讲，嘿，对，因为你是做 VTuber 的，你爱传你足水的画面互大家看，所以你的上传爱足济，是哦，陈月是用到1000 MB 哦，我袂记得我用偌济，可能100的款，我毋知影敢有够，有些可能嘛感觉无够，对，我对电脑其实毋是足专门，我已经甲我知影的拢甲恁讲啊，我拢甲恁讲啊，我嘛无讲足专业的，我就知无不言，吼，尽量讲吼。过来，是安尼哦，电脑了吼。麦克，因为你是 VTuber， 所以声音对你来讲嘛足重要，所以麦克就爱找一个，免哪讲，较有品质的，这我嘛毋是专业的，这 X 顶面会当找到足济资源，就是对，不过我用的麦克是有较贵。这是 Shure 的 应该是 MV7， 我无啥人记名。这有较贵啦。我知影有的人可能，迄个做啥 Blue Yeti 就较俗啊。毋过迄个有的人敢若无够用。这
恁得爱做功课。敢若当甲恁讲这足重要，嘿，毋过我这毋是看专门的，哦，有足侪 VTuber 是对声音做有研究的，比如讲伊原底就是做音乐的老师的，吼，即种的拢有，吼，所以你去听因讲，较有正确，嘿，听我讲的较无正确，嘿，有诶人咧去嫌野 T 少，我毋敢得失啦，毋过。对，我是刚讲野体，我知影野体的介绍吼，看起来较俗。毋过你真紧的想要换一个，对啦，野体无适合大部分人，无毋对。有个人看到会讲较俗，毋过你对啦，是有较俗啊。毋过你真紧的想要换一个更较好的，所以你会当直接跳过野体。嘿，我是安尼想的。毋是讲伊无好，就是讲因为你是 VTuber， 你对声音的要求会需要比野体搁较贵的，对，嘿啦，对，环境嘛真重要，有诶，对，无做过，拄开始用视腰会使，无毋对，视腰会使，嘿，啊，毋过我刚刚讲你若野体是一个牌子啦，野体是一个品牌啊，嘿，啊，对，讲到倒位？嘿，环境嘛真重要。嘿，麦克分3种，啊，我迄个我袂记了。或者就是麦克有一种是收音足清楚的，有一种是收音收甲有够清楚，专门用伫迄个专业的录音环境的，卖买迄种的，是安怎？因为你的房间无遐高级。你的房间无遐高级，你外口你乌多摆过，声就收入来，所以电容吼啊，同款的，卖买同款的啊，毋是讲等下，对者，有一种就是收到迄个你无想要收到的声，拢会收到的，迄是较贵的，是对种，啊，电容吼，电容。正常人，你普通人，你就买同款的。我讲毋对啊，买同款的，莫买电容的。电容的伤敏感，莫买电容的。你一般的正常，你的房间是无法度啦。对，同款爱我较近较收会到，我若离麦克较远，恁着足明显感觉到我足远。我试一下互恁看，等下，这是我一个拳头，毋是拳头帽，嘿，我一个拳头帽讲话是安尼，我讲一个拳头帽就是我的喙离我的麦克一个拳头帽。靠腰火子无甲伊伤敏感的，毋是建议大家拢莫用伤敏感的，莫我白讲。对，无甲你小姐问，先告阿妈欢迎。我只声音哪会变安尼？只讲伤济。一个拳头帽讲话是安尼，2个是安尼，3个是安尼，4个是安尼，5个是安尼，吼。所以若到窗仔边，什么原来是安尼？靠腰咧。所以若到窗仔边，佢就较听袂到。除非迄个乌托邦做无良心，甲迄消音器、慢器，伊可能嘛吵耳好，对，会去倒位啊？就是安尼，靠腰毋免烦啦，靠腰大家拢听有啦。好，讲了对，搁有迄个麦克的迄个架嘛爱开钱，对吼，5个较听无吼，系啊，你若用电用的。你若用电用的，外口乌多摆过，还是安怎？还是迄个你开一下冷气，拢收入去。麦克的架有一种是夹伫桌仔边的，夹伫桌仔边的是一种，踩伫涂骹的是一种。敢有影？你若是用电用的，你会当伫后台用软体来调整。毋过电用的敢毋是足贵的？我的理解就是，电用的麦克比会较贵，较贵电脑互你
会搁感觉讲收到伤侪声音，所以我感觉一般的收音的环境可能无需要。好，对，麦克的架啊，一种是夹伫桌仔边的，一种是踩伫涂骹的。我较早拢用踩伫涂骹，即摆拢改用夹伫桌仔边的，对者较好用。应该是夹伫桌仔边的较好用。电用无一定较贵啊，因为这我真正较无了解。同款嘛有贵甲靠背，原来是安尼。踩涂骹是啥物？踩涂骹就是伊有三支骹，伊就徛伫涂骹，伊就有一支管，你的麦克嘛是看是夹伫迄支管，还是存伫迄支管顶面。对啦，你若是会徛咧开台，会使用踩涂骹的啦，看你家己的环境啦。对，这就看你家己安怎用较好用。因为我通常的时阵，踩涂骹毋是踩桌顶，因为我通常拢坐咧开台，因为我拢坐咧开台，所以应该是夹桌顶对我来讲较好用。好。我知影有足侪想要做 VTuber 的人对声音其实是较有研究的，所以请去问遮个人的建议，因一定比我较专业。这真正我真正做无熟悉。再来摄影机，摄影机就是你 VTuber VTuber 你若用 VTube Studio， 因为我知影有其他的软体，要安怎讲？好，或者 VTuber 这个 VTuber 的皮要对着你的动作咧震动，伊就是爱有一个摄影机，伊爱有迄个摄影机看到你即摆咧创啥，才有法度对咧震动，所以就搁爱买这，我买的较俗，我买的无超过1000块啦，这应该要算好吹，毋过你若是你若是做定做的，你的皮若是非常的精致，你的皮若是细节足济，表情就是差一支毛就差足济，你迄个洗一下目眉，就古水到要死的，你着爱有较好的摄影机，你爱有较好的摄影机，才掠会到你的迄个足幼路的迄个表情变化。有的人就会去找迄个，伊阁有另外一种是较讲究的人会做的，就是 VTube Studio 会当连甲你的 Apple 的手机啊，用你 Apple 的手机啊去掠你的面，听讲安尼是上正确的，毋过你着爱有一支 Apple 的手机啊，推荐倒一款，二手的就好，听人讲 Apple 的手机啊，而且你迄支手机啊，你就是袂甲伊当做手机啊来用哦。你迄支手机啊，就专门会摕做你的摄影机的哦。二手的，我知影 iPhone X 就是 iPhone 10，应该4000块买有，应该4000块就买有。你若买 iPhone 9，应该嘛是4000块买有左右啦，4000块左右啦。所以你莫甲伊当做手机啊啦。你去买二手的，你就甲当做你开4000块买一个摄影机，足贵的吼。对啊，我是讲你的皮若足精致，你才有需要。你的皮若无讲足精致，无够足幼，应该大部分的人可能无需要用到这。有人讲 XR 上好，因为我家己无咧用，所以我就小可知影尔。我毋知影对一支真较好。9袂使，9袂使，原来是安尼。iPhone 无9，所以是 X 还是 XR 吼？有人讲 XR 较好 ，OK。4500所以比我想的较贵，所以爱穿5000安尼大家爱找5000，爱穿5000 ，OK。毋过这嘛是爱你的皮，爱做精致才较有需要啦，或者恁若是皮做甲非常的精致，恁才来考虑这件代志。毋是迄个狗。
讲伤济话死啊！真讲袂了啊！会使讲到蔡海信啊，水。这大家应该足关心的啦。蔡海信准备偌久？嘿，大家翻译甲做好诶。OK， 蔡海信安怎准备？我家己啦，我是讲我家己啉茶，我家己会较注意诶。虽然我无蔡海信。虽然阿辉家己无错海信，我学白来，毋过就我所知影的，也是我家己会做的，爱写错海信的卡本，有的人的错海信看起来是无卡本的，毋过可能其实有啦，可能其实有，你若看迄个较大间公司的吼，迄一看就知影定着有的。迄足认真摆甲足好势，迄一定是有卡本的，所以爱写哦，爱准备哦，爱准备哦。这对作者来讲，对作者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张直报，所以真正爱较功夫的，上磅什么意思？写了排戏排了吼，佮有的是，蔡海信当然爱写卡本哦，就是对作者来讲，迄是对作者人来讲，迄是上重要的一个直报，所以真正爱较认真准备的。平上平啊，上平啥物意思？对你蔡海信，你爱有人来看吼，爱有人来看，所以你爱宣传，你爱宣传才有人来看。当然爱排戏啊，你上重要的一个秀，你当然就爱排戏啊，你毋若排，你拢准备较好势，你搁爱蔡海信，你会讲上病OK。有的人爱看起来是成录好的哦，毋过我感觉讲，既然伊是直报，可能总是爱有一寡甲观众朋友互动的部分，所以若我来做，我袂用录好的，我要是会用真正是直播的方式，你蔡海信直接办投资马子，搁找一群人来开讲，你找得到嘛袂歹，若找得到嘛袂歹，有的人可能一开始是无其他会当敲电话来的朋友，就无一定会当安尼做，好，回去准备了爱宣传，搁有小等来讲蔡海信了的头一个礼拜较重要，是安怎？小等来讲，好，蔡海信卡本爱创啥？毋是蔡海信爱偌久？我看足侪人拢是，毋是现场录好，后半部分才是真正咧直播啊。好，我看足侪人是1点钟啦，可能大部分是1点钟，拖较久的拖较变2点钟嘛有，大家写卡本的时阵，会使准备，就是通常大家拢会做的，就是有介绍家己，因为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因拢会感觉讲，因伫即个头一摆的放送应该爱看到你介绍讲，你介意啥物？你后摆你做放送，你拢会做啥物内容？即种的，所以介绍家己是应该是大部分的人拢会做的，搁来顶外表吼，就是你的即个皮足水的，所以互大家看卖，通常会介绍一下家己身躯顶有啥物吼，因为通常你刷落来你的放送吼，你就是互大家看你的面啦。你的骹袂伸出来啦，所以要互大家看你的骹腿，也是你的
骹盘就爱趁这个时阵。好啦，过来，爱准备周表啊哈。头拄有人有讲着吼，就是你放送了的迄礼拜是宣传足重要的一礼拜，所以你周表爱做出来，互大家知影你就是你这个初海信，互大家知影有你这个人，有互大家期待啊，互大家知影哦，这个人看起来趣味哦，所以你爱互大家知影，刷落来这礼拜有啥物通好看，你爱尽量伫这个礼拜做一寡较特别的代志较好。对，初海信了的迄礼拜是足重要宣传的这个期间，卖来看卡是咧。啊，定有人会伫初海信唱歌，我感觉大家当想一下，因为伫 YouTube 吼唱歌吼，你若 cover 别人的歌，会接到版权。接到版权呢，通常是袂安怎？通常作者大部分有掌握这歌的版权的人，较济是互恁用，毋过因可能，比如讲过一冬、过两冬，过一段时间了后，就才来决定讲无爱互你用啊。伊是有权利安尼做的，所以若真正发生即种代志，你的迄个初海信的迄个档，就会无去，也是迄段就爱消音，所以你迄个对你来讲可能足重要的一张放送，就会去一角安尼，所以会使想看卖敢卖唱歌，想好要是会使唱，对，若准是伫你唱到一半的时阵发生你的迄个放送可能直接无去，迄个艰苦啊，好，再来我家己的建议，会使阁想一寡较特别的出头，比如讲对你来，你这个人有啥物较特别的所在？你有甲别个 VTuber 无共的所在有无？若准有，你着表现一下你的特色，做一寡特别的出头，甲别人无共款，大家可以甲你记条条。所以这是大家当去准备的时阵，会使去想的，会使去想的。好，对，有的人是初海信了才开歌会。准母你讲，对啊，我看到做侪人拢是初海信了，才连咪开一个歌会，即种的嘛有，我看这有巧，这是一种方式。伊就你落尾你留的迄个档，就会变做，就会变做是两片无共的片。VTuber 的人生上光的时阵，就是出事，佮有无去，是安尼无毋对，所以出事的这场最重要的啦，无毋对，就是你若初海信有迄个，比如讲你有100个人来看，你了后你过2工你开台，反正就变10个，这正常的，这非常的正常，所以爱有心理准备哦，你。初海信可能有做侪人看，毋过刷来都会减少啊，所以爱先有心理准备啦，初海信安怎宣传有较接看到的即几种方式，头一种就是有的人就是会先开始用影片咧更新。就是伊个 YouTube 频道开始有播一寡影片，开始甲大家小概讲伊是啥物款的人，伊拢咧创啥，有兴趣的人看到伊个影片，可能就知影讲，所以这个人伫月底买初海信，就会来看，这是一种基本的，简单讲，无需要特别开啥物钱，就开你的时间去做影片尔，这是一种，有的人嘛先经营 X， 就是 Twitter，就互大家知影有这个人，你嘛会破门甲大家讲你有要初海信，大家就会来看，这嘛是一种。好，
过来投广告，我是感觉讲这较是企业式较有法度做的，嘿，因为你爱想啊，比论讲你若是一个观众，你伫 YouTube 顶面看看咧，看到有一个人宣传讲，伊要出海信，你都毋知影伊送啊，你都毋知影伊是送，伊嘛无啥物企业式背景，甲你挂保证，你敢会去甲伊看？嘿，所以我感觉讲投广告，我讲的是投 YouTube 广告，这可能无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嘿，若是企业式就会使，因为你看到这企业足有名，你就知影讲这可能品质是挂保证的，应该是会当去看，嘿，毋过可能无适合大家，嘿，所以是互大家知影有即种方式，毋过我家己就较袂安尼做，嘿。好，过来第四种，其实我第四种大家爱把握无？嘿，第四种就是找其他的创作者斗宣传，嘿，这进前应该毋是讲进前，一直拢有啦，嘿，有的人就算是个人式，要来出道的时阵，伊嘛会去找其他已经有成绩的、已经有流量的创作者来甲伊宣传，比如讲翕一支 shorts。讲者有即个人即种都会使毋过大部分的人拢是爱趁钱的，伊可能袂免费甲你斗相共，所以即种就是其实就是你互人钱啦，应该是讲我较接看到的是安尼，真明显，就是伊有找真侪有成绩的创作者斗相共，有互因钱，这算是一种买广告，无毋对，嘿。毋过这就比你直接伫 YouTube 投广告可能较有效果，因为这个人会替你讲好话，会甲大家讲伊是咧创啥的，所以这是一种方式，对，比如讲可能像讲可能有人知影阿慧就是平常时有咧做一寡甲台语有关系的内容，你今仔日要做一个，你知影你做 VTuber， 你可能会讲一寡台湾话，还是你会讲台文，你就可能会当找阿慧替你拍广告，就是可能阿慧，因为可能阿慧的观众朋友就是会对这有兴趣，所以我来甲大家介绍有一个会晓讲台湾话 VTuber 的时阵，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去看，就举例来讲就是安尼，举例嘛毋是讲的尔啦，随着来甲大家介绍咱有一位新朋友讲12月底要出海信，就是咱伫开讲室内底嘛看会到的，咱的北音宪哥，宪哥有伫个无？我是不是应该甲伊个频道打过来？来，正好甲大家讲一个好康的，报一个好康的，就是你若是要做甲台语较有关系的内容免甲我客气，找我甲你斗宣传，我一定尽量替你斗宣传，好无？足凶凶的来啦，有伫咧，水，来去电话，刚刚拍开，迄个12月29号，暗时7点暗时7點，請準時收看北音憲哥的頭一擺海信出海信啊！就我知影，憲哥嘛是講台語真好聽啦。我會記得伊的頻道嘛有唱足濟台語歌的 cover 啊，大家會使先去聽，伊的聲真足好聽的。所以迄個愛記，愛記，定定愛去收看。我家己嘛是足期待看到憲哥緊出道的。我今仔日會講足濟忝啊！對，這就是第四種找其他的創作者鬥宣傳。你若是在場有要做甲台灣話有關係內容的，來找我就對啊。好啦，該就上重要的出海信了，就愛把握你的流量因為頭一禮拜上重要後擺就會愈來愈無人看講較白是安尼。所以你頭一個禮拜，你莫開出海信了，就隨休困一禮拜，莫安尼。建議是出海信了頭一個禮拜就會使
就是莫开伤少啦，嘿，莫开伤少，嘛毋是叫你迄个7工就爱开6工安尼，无安尼，啊，毋过开一下3工、4工应该差不多，好啊，对，啊，过来就是出海是了吼，了，爱上好是甲手表放出来，吼，放伫后壁，吼，安尼大家较知影刷落来要来甲你看的时阵，吼，刷落来爱来甲你看的时阵，较知影会当期待啥物，会爱知影当时爱来甲你看，嘿，对，所以爱准备哦，爱准备。出海是了，迄1个月，安尼较。你就不如的休困了，才来做出海信，反正效果会较好。耶，差不多讲了啦，所以就是有的人吼打起步吼，可能对有的病态还是软体较无熟的哦。这你会使掠图起来，即摆会使随迄个截图吼，这物件去了解者。头一个 X 吼 ，X 就是以前的 Twitter，啊对啦，出海是了，想要卖直接耍游戏，除非你是游戏性，因为 game 的流量较无好，因为毋是讲大家人拢爱看 game， 所以唱歌会使，大家爱听 game 上好卖耍伤济，嘿，无毋对，所以才会恁上好爱知影 X Twitter， 因为足济会看台湾 VTuber 的观众拢伫遐。哦，所以恁可能会想要伫遐有一个口泽，较会当接触到想要看台湾 VTuber 的人。哦，过来 YouTube 甲 Twitch 经一个，YouTube 甲 Twitch 经一个你介意的。哦，啊，我对 Twitch 真较无了解，毋是无好，习惯无共点。YouTube 甲 Twitch 经一个你介意的，啊 YouTube 我较有了解，啊 Twitch 我较无了解。哦，啊，我知影经营的方法。差介济，嘿，啊，有的人是两边拢开啦，嘿，啊，这恁家己去研究吼。再来 Discord， 你若是会想要甲人联动的，你就需要较熟悉 Discord 较有法度，吼。啊，就算你无想要甲人联动，有足侪 VTuber 拢会伫 Discord 有一个家己的 server， 甲家己的观众捡做伙捡伫遐，啊，因捡伫遐，因就。伫你无时间开台的时阵，伊嘛会使讨论，嘿，所以嘛会使有，而且你有迄个放送的时阵，嘛会使伫遐宣传，大家则较会记得甲你看，好，所以 Discord 嘛是爱了解者。再来 VTube Studio 就是可能较主要咧用的软体，虽然有人是用 Vroid 还是其他的啦，嘿，啊，毋过你若是用 VTube Studio， 你就爱用较熟哦。爱较熟的哦，嘿，再来 OBS 甲 Streamlabs， 经济你介意的，我用纯的 OBS，Streamlabs 我无用过，我还无用过，所以我无法度甲大家讲，啊纯的 OBS， 我拢用纯的 OBS，啊对一个较好我毋知，这会当战争的，这是会当战争的一个主题啊！这跟我无关系吼，我无徛倒一边，我就是用纯的 OBS 用啊做惯势啊，所以我拢用 OBS。讲了，有问题要问无？那无就来歇困啊！好，佮有啥问题？啥物拢会当问哦。若是我感觉较适合后摆才回答的，我就后摆才回答。哦，啊若无我就真是应该是该休困啊啦。是差不多该来休困者。算看一下小弟要赶去倒位。毋知，我都决定来。有人问讲，佫有分无顺的哦，无顺的，我毋知呢。可能有的人会斗其他的物件，啊，我无斗足侪物件，所以我会较顺。两个拢用，我毋知敢会当两个拢用呢。
哦，Twitch 家己有出两体哦。哦，顺的，就是你去官方网站掠落来上清气的，绝对无奇奇怪怪的物件，啊嘛毋免抾钱的，迄就顺的。毋是啦，毋是迄个画一个圆箍仔内底写顺，啊敢有顺？恁家己知影，毋是迄种的啦，是咧。对对对，OBS 本身是开关的，所以会当有变化，有的人可能会家摕来改进一下，啊改进了，你就像讲 Streamlabs 就是 OBS 改出来的，对，顺的就是官方网站掠落来，足清气。无改做过，迄是顺的，夭寿，我毋知影要讲落去倒位。对，你若做确定，你后摆就是爱逐工耍电动的，你会使去Twitch啦。迄个生态有讲较适合，较无适合。啊，你若是像我爱开讲的，还是做一寡。气话吼，毋是受气，了讲气话是讲做一寡气话，可能的反正是 YouTube 较适合，互恁参考。大概是安尼。安尼哦，救人哦！感谢炫灵降落，天啊，炫灵开有跳通知吗？感谢炫灵降落，开台辛苦了。虽然我准备要关台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才准备要，福福晚安，你好，我可以叫你福福吗？好。那我发现我今天讲太多话了，我喉咙要爆炸了，所以我准备要那个。有通知吼，好。我感觉今天的那个降落通知一直怪怪的，害我很害怕。我讲完嘞，而且我喉咙好累哦。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多讲半小时？我头都要给你宣传，你给我call到。来，转机吼，好，转机 ，OK。想讲你专工带人来给我看，我无加讲一下话啊。我来自我介绍好了，好突然。大家好，我是陈火蛇，我是火鸡林的网络好厝边啊。台语扣打用完换华语嘛？为着你毛个加开半点钟好喝水，我好忙哦。好啦，对，那就是这样子。我平常开台好一阵子没有讲很多台语了，但是以后应该会讲越来越多台语。比如说今天的直播就是基本上就是全台语在讲的，好好笑。实操实演是怎样？我现在要出配信一次哦，不可能吧？不可能哦，别勉强哦。好，那我不要太勉强。好啦，那之后没有太多意外的话，每个礼拜五晚上固定10点应该就会有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啰嗦一些就是我觉得出道的时候需要知道，或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就这样，然后再宣传一次好了啦。对，八音选股12月29晚上7点出配信，很够要来起够啦。我觉得选股讲台语也是蛮好听的，所以如果嫌弃我的话，不是这样讲，开玩笑的，就是如果想要听不同的主播讲台语的话，对，就是可以去，我自己就很期待，那个选股以后的活动。然后现在在选股的那个频道上已经有很多台语歌的 cover 可以听了，可以去听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对，就是这样。好，然后我们最后再做一件事好了，没有大大，就是我就很期待大家用台语出道，所以就是有台语出道，我一定是要大力宣传的。然后我们再做一件事好了，就是已经过收益化了，然后其实我每个月可以送10个免费会籍，所以今天也有很多主播带新朋友来看呢，我们今天来送一送好了，送一下免费会籍，逼大家看我的影片，对，逼大家看，能收到了就给我来看哦，送一送，收到的给我常来看哦，招北起耶。好，可以睡觉了，谢谢大家。那我们就降落吧。
喉咙要紧。感谢大家，一点还没送会员。对，该来看耶，福变成我的俘虏了，是这样讲的吗？西雨没被砸到，太可惜了。希望下次砸得到。好，那我们去，我们去听别人唱歌吧。啊，我明天还有歌回耶，我应该要多喝水，好好休息了。好，明天歌回见啦，拜拜，拜拜。明天的节目当然还没做，怎么讲？好忙哦 ，VTuber 好难当啊。Why not？